综艺节目《黄金年代》全新改版，歌手柯富凯加入来做主持人。上新一集的节目邀请到吴宗宪来做贵宾，趣味阁热烈。会中拄结束大型的演唱会，吴宗宪来到黄金年代，一上台就唱几啊首的招牌歌。 第六届金曲奖的男歌王吴宗宪，甲第10届歌王陈文成，两大镀金的歌手咧拼歌艺。但是今年嘛有一位男歌手奖项的徐富凯咧，伊嘛来加入演唱行列，我现场的观众是听甲拢拍扑啊。 真叫做节目来宾的吴宗宪嘛来替节目助阵，但是综艺天王一登场咧，都有大家哈哈大笑。经理是说叫我先来看看这个时段怎么样。妈老师，摸的。近日来哪里要派相选总统这个话题，吴宗宪伊嘛抛出震撼弹，伊讲要推出5星配，就是吴宗宪配沈玉琳。玉琳是等我征召。 对不对？400万票一票，我们是算补助的钱呐、我们没有在考虑有没有选上。虽然只是咧讲笑话，吴宗宪伊嘛讲也是专心做艺人就好，但是嘛替火药味十足2020总统议题增加轻松的话题。